我是王成昌，对峨眉种茶已经35年了。东方美人茶呢，以前啊就很多胖红茶，当初啊吼很冇人爱的。第天呢，大嫂加咁早，冇想到早起啦，因為有捧糖米樓雪糕香啦，就留呢一茶賣到台北的總督府啊。當初一擔茶能夠賣90到100元就不錯了，冇想到本期賣到2000元，隔壁鄰舍就講佢胖紅啦。東方美人茶呢，佢絕對裝得用藥嘅，用藥嘅落去，小李嘅茶是冇得去，佢咪係最善待土地嘅一種嘅茶葉。